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咱的政府计划伫7月要来发振兴券予民众，开1000通啊换3000，这个详细的办法也未出来。但是各行各业，包括这个百货公司啦、大卖场啦、甲饭店，拢已经苏卡连抢，要来抢振兴券这块大饼咯。 政府要发振兴券，让你手上的1000元变3000元，你要怎么花？日常用品吧，可能食物或者5金百货吧。应该生活用品比较多吧。民生用品像卫生纸，也佫会使放的饮料食物，是上侪人想要用振兴券来买。另外，这小家电呢，像水冷气机、电风，计小伫3000块左右，嘛是使用振兴券。 政府在这一次的振兴券，民众除了可以享用之外，也可以同步享用我们的这种振兴优惠券，预计应该可以成长2到3成。大卖场因折扣券发送，互民众加上振兴券来消费，会当提高买气。受到疫情的影响上激烈的饭店、餐饮业，听到要发这振兴券，嘛有计划。台中5000家饭店就推出餐饮拍折，配合这振兴券使用的期间推出加码的优惠。那希望除了让老客人回流之外，没来过用餐的客人呢，也能过来尝鲜。然后希望它能够带动我们的营业额，希望能够有1到2成。百货公司嘛是疫情的受灾户，台中西区的地区型百货，并这个业绩是落15%，价值嘛减少3%。最近真调价社会有回温的现象。 但是嘛，咧等7月政府发振兴券，到时阵才搁再推出拍折来抢振兴券大饼。